大家有冇試過諗過一條問題？宇宙咁大，大到你個腦都裝唔晒，點解我哋到而家連一個外星人嘅 WhatsApp 都未收到？唔好話外星人啦，連一句喂人類你好嘅無線電信號都冇，係咪好神奇？定係有啲恐怖？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，聽完之後可能會令你對人類未來重新思考嘅理論——大過爐器 （Brave Filter）。先由一個好簡單嘅問題開始：宇宙入面有幾多星球？科學家估計，單我哋銀河系就已經有幾千億粒星，而每粒星好大機會都有行星圍住轉，即係話適合生命存在嘅地方，理論上多到離譜。再加上生命其實唔算好難出現，只要有水、有能量、有啲基本化學反應，細菌級別嘅生命好有可能就自己爆出嚟。咁問題就嚟啦，如果生命咁常見，如果文明真係可以一路進化，點解我哋望到嘅宇宙靜到好似一個冇人住嘅廢城？呢個矛盾有個名叫做費米悖論。簡單講就係佢哋喺邊度，而大過爐器理論就係其中一個最令人背脊發涼嘅答案。呢個理論話喺由死物質變成高級文明嘅過程入面，一定存在一個或者幾個極難跨過嘅關卡，大部分文明都會死喺某一關之前，就好似一條超長嘅升級路線，由原子分子生命、多細胞智慧、科技文明、星際文明，每一級都唔保證過渡，而大過爐器就係嗰啲會大量淘汰文明嘅死亡節點。重點嚟啦，呢個理論最恐怖嘅地方唔係有過爐器，而係個過爐器到底喺我哋前面定後面？大家諗下，如果大過爐器喺前面，即係話由死物質變成智慧生命，本身已經係一件近乎奇嘅事。咁我哋人類其實好幸運，我哋已經贏咗宇宙級嘅大抽獎。宇宙之所以咁靜，係因為幾乎冇人行到我哋呢一步。聽落好似幾安慰，但如果大過爐器喺後面呢？即係話幾乎所有文明都可以發展到我哋而家呢個科技水平，但之後全部都滅亡，冇例外，冇機會衝出母星，冇機會殖民銀河，冇機會留低任何痕跡。宇宙之所以咁安靜，唔係因為冇人，而係因為全部都死晒。係咪開始有啲寒？咁呢個後面嘅大過爐器可能係啲咩？科學家其實提出過唔少可能性。第一個，最直接，科技失控。當文明發展到可以創造毀滅自己嘅力量，例如核武、生物武器、人工智能，只要出一次錯就可以 game over， 唔需要外星入侵，唔需要天災，文明自己就可以親手按下自毀切。聽落好熟口熟面，係咪？第二個可能，資源耗盡。一個文明如果無限增長，消耗無限資源，但又冇學識點樣同自己嘅星球共存，結果就只會係生態崩潰、社會瓦解、科技倒退，文明未行到星際時代就已經自己玩完。第三個，更加哲學一啲，文明失去存在意義。當科技解決晒生存問題，當一切都可以被模擬、被取代、被虛擬化，文明可能會選擇內縮，沉迷虛擬世界，放棄擴張。唔係滅亡，而係靜靜消失。宇宙望落去依然係一片沉默。而最令人不安嘅問題係人類而家喺邊一關？我哋已經有能力改變地球氣候，有能力製造全球毀滅級武器，開始研究比人類更聰明嘅人工智能，即係話我哋可能已經企喺過爐器門口，而我哋仲未知道門後面係通關定係深淵。所以揾唔到外星人呢件事，其實唔係一個浪漫嘅科幻謎題，佢更似一塊宇宙留低嘅告示牌，用沉默同我哋講：小心啲，你哋而家做嘅每一個選擇，都可能決定你哋會唔會成為第一個真正走出母星嘅文明，定係有一個無聲消失嘅名字。最後想留一個問題俾大家諗：如果有一日
我哋真係發現外星文明嘅遺跡、廢棄嘅城市、死寂嘅星球、失效嘅信號塔。你覺得我哋會感到興奮定係恐懼？因為嗰一刻，我哋可能終於知道大過勞氣，其實一直都喺度等緊我哋。而宇宙之所以沉默，可能只係因為輪到我哋發聲之前，已經冇人剩低可以回答。大家諗下。